人讲细汉若无屈，大汉是屈袂屈，是啦。其实教囡仔方式是有百款。这4月30日是国际卖拍囡仔日，台南市举办活动，宣导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4大核心原则。市长黄伟哲嘛讲，希望这开呢是最后一个遭受虐待囡仔。要医生指出讲，这囡仔若准长期压力伤过大，就会产生过量的荷尔蒙，恐惊会影响到囡仔发育。三囡仔参谈市长黄伟哲做为念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4大核心原则。4月30日是国际卖拍囡仔日，市府嘛借出呼吁囡仔的权利，爱社会做伙来守护。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，难免会甲家长出现一寡冲突。有家长分享会用应对的方式陪伴做调整。黄伟哲讲，囡仔爱伫咧充满疼惜甲安全感的环境中成长，嘛希望社会莫去出现虐待囡仔案件。要引导小朋友的方面，就是说，从他的想法之中，我们慢慢要把他引导回来，说我们正向方面的管教。对孩子还是要付出爱心。你看看凯凯案，想想其他的小孩，所以说我们希望，凯凯是最后一个受虐啊，最后一个受到伤害的这个孩子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永远能够生活在快快乐乐的。儿童权利公约的原则包括维护囡仔利益，莫让囡仔受到歧视，确保囡仔有参与甲表达意见的权利等。为着要促进学生的理解，教育局讲学校定期透过绘本、日版宣导，卖办亲子讲座，推广正向教育。有医生指出，若囡仔长期受到体罚，也是压力伤大，身体会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若过量就影响发育。小孩子受到一些包括像疼痛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压力的话，他自然就会倾向于一个不吃不睡，他像是要去战斗，他当然就会影响到他的营养的摄取，或者是睡眠的一个稳定，所以他的生长或者是学习自然会受到一些迟滞的一个状况。就引导孩子阅读这些书籍，让他也知道自己是有人权的。应该得到尊重跟人身的安全。市立病院小儿科主任表示，家长爱给囡仔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，建议唔通用激烈的教育方式。面对情绪时，家长会当先疏开，让心情安定落来，再去参囡仔好好沟通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